星期一朝早你係咪試過咁？鬧鐘響，心裏面已經係一沉，唔係因為瞓唔夠，係單純係因為今日係 Monday。呢種感覺好多香港打工仔都有，係真實嘅。但係有冇諗過，你朝早起身揀嗰件衫，其實係直接影響住你今日公司入面會係點樣嘅？唔係圓，係真係有根有據嘅嘢。有啲星期一你出門順暢，老細見到你笑住打招呼，開會講嘢，大家都聽你。有啲星期一你一踏入公司就係衰嘢，老細第一句就係鬧你同事莫名其妙同你撞板，塞車塞到遲到，仲有杯咖啡打返喺件白衫上面。你以為係自己衰運，好大機會係嗰件隨手攞嚟着嘅衫，顏色同今日嘅磁場起咗衝突，係你自己把壞能量往身上攬㗎。7月6號，今個星期一，天干地支係辛巳日，即係金蛇日。辛係金，係珠寶金，係打磨過嘅精緻嘅金，唔係粗糙嘅碎石，係有光澤、有人態容易受損嘅那種。巳係蛇，五行屬火，而且係盛夏嘅烈火，係6月初嘅那種悶熱，焗住人喘唔過氣嘅火。烈火遇上珠寶金，五行裏面叫火克金，唔係一刀兩斷嗰種黑，係慢慢直敲慢慢令金，失去光澤同形態嘅那種消耗。呢種磁場放喺打工仔身上係咩感覺？係那種表面上冇咩大事，但係成日都有啲唔舒服嘅小摩擦。係你打份報告明明做得好好，老細睇完依然挑三揀四。係你對住客戶講咗一大輪，對方就係唔埋口。係你坐喺辦公室心慌慌嘅，唔知自己係擔心緊咩，但就係靜唔落嚟。火克金嘅日子，人係特別冇耐性嘅，又急又躁，好想快手搞掂所有嘢，但偏偏係咁出差。初星期一本來就係全州最容易焦慮嘅一日，香港人返工壓力又大，加上今日辛巳日火克金嘅格局係雙重搭加嘅燥熱能量，呢一日着對顏色係真係有分別嘅，唔係心理作用，係五行能量嘅實際調節。着錯顏色係把今日本來就已經緊恨嘅磁場再往自己身上拉。屬豬嘅朋友，今日係正沖你嘅日子，要特別留神。豬係亥，蛇係巳，巳亥相沖，係12地支6對正沖之一。正沖嘅日子唔係話你今日一定會出大事，係話今日嘅能量係直衝住你嚟嘅，那種衝擊係直接係快係你唔一定預計得到嘅。好多屬豬嘅朋友，正沖日子嘅典型體驗係咁：朝早出門計劃係好好地嘅，結果係路上突然有狀況，可能係車覆晒，可能係下雨，但係冇帶遮。返到公司本來係朝早要開嘅重要會議，客戶臨時話要改期，你前一晚準備到12點嘅嘢就係咁用唔着，又或者係原本談好咗嘅條件，對方突然反口話要重新再傾，唔係有人故意搞你，係今日嘅磁場就係咁把你嘅計劃打亂。屬豬嘅朋友今日出門最重要嘅心態係降低預期，保持彈性，唔好今日安排太緊密，唔好把所有嘢都部署到分秒不差，因為相沖之日越精密嘅計劃，越容易係最意想不到嘅地方出問題。留多啲緩衝時間，遇到突發狀況唔好即刻情緒反應，深呼吸調整，繼續行。要化解正沖，屬豬嘅朋友今日着綠色青色牛油果綠。點解係綠色？道理係咁嘅，屬豬係亥水，今日正沖嘅係巳火，水同火直接相遇係相克嘅，就係兩個脾氣最大嘅人坐喺對面，地呢都唔讓地呢。但係如果你係中間加入木，水生木，木生火，木係水同火之間嘅橋樑，把直接嘅對撞變成一個流動嘅轉化過程，原本嘅衝突就被疏導開嚟。綠色係木嘅顏色，屬豬嘅朋友今日着綠色係到自己身上建立咗一道緩衝，
令今日正沖嘅戾氣有地方去，唔使直接打喺你身上。牛油果綠係我特別推薦嘅，呢個顏色唔係嗰種鮮嫩嘅草綠，係帶住少少黃條嘅成熟嘅綠，着上去唔會太搶眼，但係能量係到位嘅。返工環境着牛油果綠，同時同老細睇落覺得你係穩陣，係有主見，係可以傾嘢嘅人。喺今日呢種容易有摩擦嘅磁場下，呢個印象係有助你避開唔必要嘅衝突嘅。男士一件牛油果綠恤衫，女士一件青色或者綠色嘅上衣，都係今日嘅好選擇。如果你今日要着制服冇得揀，就用配件補足。一條綠色手穗，一把綠色嘅雨傘，喺今日落雨機率咁高嘅夏天，一把綠色傘係最方便嘅開運配件。今日屬豬嘅朋友有兩個顏色係絕對唔好碰嘅，大紅色同純黑色。大紅色係火，今日巳火已經係旺到爆。你係水命，水火本來就相克，你仲着住大紅色出門，係把今日最旺嘅火能量直接引上身，正沖嘅衝擊力係咁被放大。今日遇到嘅衝突唔止係計劃被打亂，可能係升級成正面嘅口角或者關係破裂。純黑色係水，聽落似乎係幫到你，但係今日係火克金嘅格局，黑色水氣喺今日呢個磁場裏面係容易被火壓住吸收掉，唔單止幫唔到你，仲可能令你整個人沉落去，提唔起勁，係相沖嘅混亂中更加無力應對。屬虎嘅朋友，今日嘅磁場對你嚟講係另一種受傷嘅方式。虎係人木，蛇係巳火，人事相害，同時仲係雙刑，害同刑係兩樣嘢搭埋一齊，呢個組合係12生肖關係裏面比較棘手嘅一對。害係暗中有能，背後阻攔，刑係委屈，唔被理解，付出冇回報。兩樣嘢同時發生喺屬虎朋友身上，今日嘅感受好可能係咁。你朝早返到公司精神晒，做咗一件嘢，自己覺得做得幾好，但係老細冇反應，甚至係嗰度挑你啲毛病，根本唔睬你落咗幾多心機。又或者係你察覺到有個同事背後係講你嘅嘢，但係你唔知佢講咗咩，亦都唔知點反應，只係心裏面有種悶悶地嘅委屈。仲有一種情況係你明明係幫緊人，但係對方唔當係一回事，甚至係把你嘅好意當係理所當然，你心裏面啤住，想講又唔知從何講起。呢種感覺係好磨人嘅，唔係歷歷烈烈嘅傷害，係那種積少成多，慢慢把你嘅能量磨走嘅委屈。要抵過今日嘅害同刑，屬虎嘅朋友要用金克木，聽落似乎係克住自己，但係今日情況唔同，今日害你刑你係巳火，而巳火直敲住你嘅虎木，火旺木枯，係今日屬虎朋友嘅困局。呢個時候金嘅作用唔係克你，係修剪你多餘嘅散亂嘅木氣，令你嘅能量集中緊實，唔咁容易俾外界嘅火能量燒到，就好似一棵長得太散嘅樹，修剪過之後養分集中，反而更加健康，更加有抵抗力。白色、乳白色、銀色、金色係今日屬虎朋友嘅護身顏色。一件剪裁乾淨嘅白色恤衫係今日最有力量嘅選擇。白色有一種天然嘅唔沾身氣質，你着住白色企喺度，周圍嘅是非同閒話係好難黐上你嘅。就係咁一種視覺同能量上嘅隔絕效果。銀色手錄、銀色耳環、金色手鏈，呢類金屬配飾係今日屬虎朋友嘅實質保護，唔係裝飾，係真係有加強金性能量嘅作用。今日屬虎嘅朋友絕對唔好着紅色同黑色，紅色係火，今日係火直敲住你，住紅色係加強傷害你嘅那股能量，黑色係水，水雖然生木，但係今日黑色係火克金嘅格局裏面係容易被耗散嘅，唔但止幫唔到你，仲可能令你今日情緒更加抑鬱，係心裏面
嗰種委屈感更加化唔開。今日屬虎嘅朋友着白色企直腰，唔好俾人嘅反應影響你對自己嘅判斷。你嘅價值唔係由老細係咪讚你嚟決定嘅。屬猴嘅朋友今日嘅感覺係咁，你朝早返到公司，老細突然笑住走過嚟，話有個大 project 想交俾你負責，你心裏邊一陣喜悅，終於輪到自己出頭，但係做落去先發現呢個 project 係個爛攤子，前任負責人留低一堆爛尾嘅嘢，deadline係下星期，仲要協調3個唔同部門嘅人，而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嘅盤算，你係咁啃住，係咁填坑，係咁發現原來合中大刑係呢個意思，時薪6合係真係有合，老細交嘢俾你係真係一個機會，但係薪金同事火之間同時相刑相破，即係話呢個機會係帶住條件嘅，係有代價嘅，表面嘅好事裏面係藏住陷阱嘅。呢種先合後刑嘅格局係所有干支組合裏面最考驗人判斷力嘅一種，因為你唔係一眼就睇得穿嘅，你係要做落去先知衰嘅，等你知嘅時候已經收唔返手啦。所以屬猴嘅朋友今日最重要嘅能力係喺合嘅誘惑面前保持清醒同冷靜，係答應任何事之前多問幾個問題，係簽任何嘢之前多睇幾眼，唔係叫你唔好把握機會，係叫你把握機會嘅時候帶住多一份謹慎。今日送上嚟嘅嘢9成9係有代價嘅，知道代價係咩，你先可以決定值唔值得接。要穿越今日合中大刑嘅微妙磁場，屬猴嘅朋友要着黃色、米色、杏色、咖啡色。辛金屬猴，是火係今日嘅日支，火係克金嘅，但係同時巳申又6合，係一個9重複雜嘅關係。要穩住呢種複雜性，要用土，火生土，土生金，土係呢個火金關係裏面最好嘅緩衝同橋樑。土嘅作用係把火嘅衝動吸收掉，再轉化成對金有益嘅滋養，就好似一個好嘅和事佬，唔係叫兩邊都閉嘴，係幫兩邊都找到一個各自都接受到嘅方案。黃色同咖啡色係土嘅代表色，注住今日出門係幫自己嘅能量場加入一個穩定器。土色係仲有一個實際嘅效果，係令你整個人顯得冷靜可靠，有破壞到力。米色西褲或者杏色上衣着上去嘅氣場係沉穩嘅。今日開會嘅時候，老細或者客戶睇住你，係唔會覺得你係個容易俾人忽悠嘅人嘅。燕麥色嘅袋、咖啡色嘅皮帶、杏色嘅外套呢類配搭，今日唔單止係好睇，係真係幫你過濾住今日合中大刑嘅陷阱能量，令你嘅判斷力更加清晰，唔容易俾表面嘅好處沖昏頭腦。大紅色係今日屬猴朋友最要避開嘅顏色。大紅係火，火克金，今日已經係火克金嘅格局。大紅色係加劇呢個傷害，更加麻煩嘅係紅色係容易令人興奮、令人衝動嘅顏色。今日合嘅誘惑本來已經係足夠令你心動，着住紅色仲要放大呢種衝動，係今日最容易被陷阱吸住，明知危險仍然撥上去嘅狀態。今日屬猴嘅朋友，米色土色穩住先。屬雞嘅朋友，今日係你嘅旺日，唔係說笑嘅。酉金屬雞，巳火屬蛇，丑土屬牛，是酉丑三合金局。呢個係12地支入面6組三合之一。三合金局係屬雞嘅朋友最強嘅能量加持。今日係兔子日，係酉金同巳火之間嘅三合關係係被啟動嘅，意思係今日嘅大磁場係主動係幫屬雞嘅朋友聚碌好運嘅。三合嘅日子係點樣嘅感覺？係唔使刻意努力，事情自己就順住走。你今日去開會，本來心裏面冇乜把握嘅一個提案，講完之後，在場嘅人反應出奇地好。你今日打個電話俾久唔聯絡嘅舊客戶，對方話
你打嚟啱晒，我啱啱係諗緊呢件事。你今日係電梯裏面隨口同個陌生人傾兩句，結果對方係你一直想揾嘅那類人脈。三合嘅能量係咁運作嘅，唔係魔法，係你嘅能量場今日係開放嘅，係有吸引力嘅，緣分同機遇係會主動往你身邊靠嘅。所以屬雞嘅朋友今日最重要嘅事係走出去，係主動開口，係把今日嘅好能量用起嚟，係屋企索住，係唔會有三合嘅好處嘅。你要係人群裏面，係對話裏面，係行動裏面，今日嘅貴人運先可以發揮出嚟。要把今日三合嘅好能量轉化成實實在座嘅財氣同貴人運。屬雞嘅朋友仲有黃色、褐色、卡其色、焦糖色，道理係咁。三合金局係今日嘅吉局，而金需要土嚟滋養，土生金，土係金嘅下後腰，有土就有金嘅底氣。今日着住土系嘅顏色，係幫自己嘅金性能量不斷獲得補充，令三合嘅吉運可以持續更長嘅時間，轉化成更加具體嘅成果。焦糖色係今日屬雞朋友嘅奇啱顏色，焦糖色係土色裏面最有質感嘅一個，唔係死板嘅黃，唔係太輕薄嘅米，係帶住金鐘色澤嘅那種暖土色，着上去係有一種成熟、有品味、值得信賴嘅氣場。你今日要去見重要嘅客戶或者商業夥伴，一件焦糖色嘅西裝外套係最有說服力嘅選擇。對方睇住你係會不自覺地覺得呢個人係穩陣嘅，係值得傾嘢嘅。係香港商業環境裏面呢種第一印象係好重要嘅。好多時候一單嘢係咪成，係由頭5分鐘決定嘅女士嘅話，一條卡其色半截裙或者褐色嘅褲腿褲配搭乾淨嘅上衣，今日整個人嘅氣場係集中，係有方向感嘅，唔會令人覺得你今日係散漫或者係度等嘢發生，而係一個主動出擊，知道自己想要咩嘅人。配件上，今日屬雞嘅朋友可以用金色嘅飾品加持，金屬金、土生金土色衫加上金色配件，係一個完整嘅能量循環。今日嘅財運同貴人運係咁被雙重千秋顧，一條金色嘅頸鏈，一對金色嘅耳環，一隻金色墨框嘅手粒，都係今日嘅好選擇，唔需要張揚，低調戴住就得。今日屬雞嘅朋友要避開青綠色，綠色係木克土，你今日嘅能量核心係靠土嚟生金，靠三合嚟聚財。綠色一着上去係消耗住今日對你最重要嘅土氣，令財運同貴人運嘅能量被分散掉。本來今日係你嘅旺日，可能就係件青綠色衫，令本來可以係你身邊最碌嘅好運悄悄散開咗。仲有一樣嘢想提醒屬雞嘅朋友，三合嘅能量係整日都有效嘅，唔單止係返工嗰段時間，今日放工之後，如果有朋友約你，唔好推去。今日嘅貴人唔一定係喺公司裏面出現，可能係飯桌上，係朋友裏面，係一個你平時唔會遇到嘅夥誼裏面。三合旺日，多走一步，今日多見一個人，係有機會改變一件事嘅。屬牛嘅朋友今日同屬雞嘅朋友係同一條船上面嘅，是有丑三合金局，牛係丑土，係呢個三合局裏面嘅重要一員。但係屬牛同屬雞嘅體驗係有少少唔同嘅。屬雞係金，三合係直接加持金；屬牛係土，今日係火生土，土再生金。屬牛嘅朋友係喺呢個三合局裏面做緊中轉站嘅角色。你嘅土性能量係今日 up 整個三合局嘅根基，冇你呢塊土，三合金局係起唔嚟嘅。呢個意思係話，今日屬牛嘅朋友係有一種特別嘅底氣嘅，唔係嗰種樹望不露嘅搶眼，係嗰種讓人信任、讓人依賴嘅穩重感。今日你去到公司，長輩或者老細係容易主動留意到你嘅，唔係因為你做咗咩特別嘅嘢，
係你身上有一種今日磁場賦予你嘅可靠氣質，令人自然而然覺得交俾你做係放心嘅。卡咗好耐嘅項目，今日有機會突然解開，可能係有個關鍵嘅人終於回覆你，可能係某個技術問題突然揾到解決方法，可能係對方突然答應咗你一個拖咗好耐嘅條件，唔係奇蹟，係今日嘅三合能量係幫你把積壓嘅嘢疏通，開嚟就把今日三合嘅好運吹到最旺。屬牛嘅朋友着紅色、紫色、粉紅色，火生土，今日係新事日，是火係今日嘅主場能量，而火係生旺屬牛土性嘅。你住紅色或者粉紅色出門，係主動擁抱今日嘅火能量，讓火源源不斷地滋養你嘅土，令你今日整個人係飽滿，係有神采嘅。着鮮袍嘅顏色返工，唔係張揚，係讓今日本來已經站係你身邊嘅好運更加清楚地看見你，找到你。粉紅色係我特別推薦俾屬牛朋友嘅顏色，尤其係今日要見長輩或者老細嘅薄兒。粉紅色係紅色嘅柔和版，保留住火嘅熱情同生命力，但係唔會咁進取，着上去令人覺得你係親切，係可以溝通，係有溫度嘅人。香港職場環境入面，好多時候一個人係咪得到提勞，唔單止係睇能力，係睇老細或者前輩係咪覺得同你相處係舒服嘅。粉紅色今日係幫你係呢個方面加分嘅。一件粉紅色嘅恤衫或者上衣係今日屬牛朋友最直接嘅開運着法。如果你今日嘅工作把兒係要着比較正式嘅衫，粉紅色恤衫配深色褲子或者裙子係完全得體嘅。紫色嘅話係一個更加有氣場嘅選擇。紫色係紅同藍之間嘅過渡，帶住火嘅能量，但係仲有一種神秘同深度，着上去今日係有種說唔出嚟嘅吸引力嘅。配件層面，一條紅繩係今日最方便嘅開運配件，細細條，戴喺手腕上唔礙眼，但係持續幫你接收今日嘅火生土能量。粉色鏡框嘅眼鏡，如果你有嘅話，今日拎出嚟戴，唔單止好睇，係真係幫你嘅。今日屬牛嘅朋友要避開黑色，黑色係水，水係克火嘅。今日火生土係你嘅好運根源，住黑色係把今日生旺你嘅火周色。三合嘅好運係咁被壓住，本來可以得到嘅提勞同突破就係咁，在黑色嘅沉重能量下面發揮唔出嚟。星期一好多打工仔係中意着黑色返工，覺得黑色係百搭係專業，但係今日屬牛嘅朋友，就算係要着深色系，都係揀深紫或者酒紅色，唔好揀純黑。好啦，講完各個生肖，有幾樣嘢係今日新事日人人都用得着嘅，唔分生肖，唔分運勢好定差，係今日每個出門返工嘅人都應該知道嘅事。今日唔好着破洞衫返工，我知好多人中意着破洞牛仔褲係休閒日係冇問題嘅，但係星期一返工係新事日呢種火克金嘅格局下面，破洞係一個好敏感嘅能量符號。傳統上衣物嘅完整性係代表你磁場嘅完整性，破洞係代表缺口，係代表有地方係漏嘅。新事日火克金，金本來就係今日受壓嘅五行，你着住件有破洞嘅衫出門，係自己嘅能量場上開多個缺口，係人際關係上面最容易出現漏洞，可能係有人乘虛而入，可能係你唔小心講咗唔應該講嘅嘢，可能係有個你一直唔知道嘅人際問題，今日突然浮出水面。返工日着整齊啲，係對自己好，出門之前執下個手袋，唔係叫你大執，係話花2分鐘把手袋裏面嗰些積咗好耐嘅舊收據、用完嘅紙巾、爛咗嘅唇膏、幾個月前嘅超市小票清理出去。手袋係你嘅流動財富，你嘅財氣
係要從呢個庫入面流動嘅。一個塞滿垃圾嘅手袋，財氣係入唔去嘅。就算今日運勢幾好，好運走到你手袋門口，見到裏面亂晒，都係會掉頭走嘅。係聽落好似係玩笑，但係你試下執乾淨個手袋出門，心裏面嗰種清爽感係真實嘅。而呢種清爽感係會影響你整日嘅狀態嘅。着對鞋出門，試係蛇日，蛇係地上爬行嘅動物，係行走係移動，係腳踏實地嘅象徵。今日係行走日，你嘅每一步都係寫緊今日嘅運勢。着一雙舒適乾淨嘅鞋，唔係話要你着幾名貴嘅牌子，係要乾淨，係要你着住行路係舒服嘅。腳舒服，人係放鬆嘅，人放鬆，做嘢係有效率嘅，做嘢有效率，今日嘅磁場先可以充分發揮。着一雙夾腳或者磨腳嘅鞋返工，成日係坐喺度忍住腳痛，你點可能係最好嘅狀態嚟面對今日嘅挑戰？着衫呢件事，香港打工仔成日覺得係小事，朝早起身趕時間，隨手攞件衫就算。但係你諗下，你每日喺公司入面打拼8個鐘、10個鐘，你係咪值得係出門嗰5分鐘，俾自己揀件對路嘅衫？唔係要你花好多錢換新衫，唔係要你每日精心打扮，係話係你已經有嘅衫裏面揀啱顏色，着住出門就係咁。一個小小嘅動作，係每一日提醒住自己，我今日係準備好嘅，我今日係有底氣嘅。呢種感覺係由內而外嘅，唔係因為衫靚所以有信心，係因為你係出門之前有意識地照顧咗自己，所以你嘅身體同精神係知道嘅，係今日工作嘅時候係有一種隱形嘅支撐，係背後頂住你嘅。7月6號星期一，希望你着得舒服，返工順暢，老細睇你順眼，同事好相處，要成嘅事係能成。如果今日分享嘅嘢係對你有用，記得話俾身邊嗰些你掛住嘅朋友知，可能係你個同事、你屋企人、你個成日話自己 Monday Blue 嘅好朋友，佢哋今日着對顏色出門，可能就係因為你分享咗呢段嘢俾佢哋。你今日打算着咩顏色返工？落個留言話我知，我係好奇嘅。祝大家星期一順順利利，我哋下次飲茶再傾。